咱伫个圣殿即马礼拜要开始，请大家平安心。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喙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守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咱同心来学乐，圣诗26首，打阮感谢上帝，请起立。咱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讲：愿伫起你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色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做伙来启应，咱用启应的方式来读《阿摩司书》第5章，启应文第52篇，《阿摩司书》第5章，启应文第52篇，《阿摩司书》第5章，伫圣诗1093页，我来刻，请兄弟来译。恁着找做猫鼠甲蚕丝迄位。叫海水来拼伫地上。
伊互狂妄的人忽然灭亡。恁怨恨伫社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车人，必用雕毒的石头起厝，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结个手，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欺负义人，伤暴露。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会静静无讲话。着去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着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仰恶搁看清恁的责记。虽然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求主，互咱会当听道理，搁去实行道理，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收赐阮这安息的圣日，互阮得来到你的殿中，齐心敬拜你。你是公义的上帝，阮心所羡慕。阮来亲近你，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清去阮的心性。主啊，伫阿摩司书第5章，你的话语提醒阮，着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才有活路。着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正义亲像江河长流无停。这段经文教示阮，伫死世邪恶的世代，通达的人着静静思量，毋通欺压善车人，伤暴露，冤枉弱者。主啊，阮看见今日台湾社会乱象，亲像可以自由吧团体结合做的发生社团，反犹太、反以色列、反美的抗议。为外交部前到帕马拉奇伫台大的演讲会场外闹场，伫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览会内外扰乱，甚至到复活会举办美国保守派可可纪念会的追思礼拜闹场。这个行动常常无看到真相。片面指控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较无提哈马斯曾发动恐怖攻击的事实，甚至哈马斯领导人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的类似行动。
试图分化阮的民意。主啊，伫士师记20章12节到17节，以色列政治派为除去基比亚的恶行，找使者去问便雅悯支派，求因交出恶徒，为以色列中除掉这个恶。但便雅悯人却毋愿听从兄弟的话，反倒转组织军队准备战争。这故事警告阮，当小群体的忠诚赢过整体的公义，当分裂取代合一，罪恶的后果就会带来灭亡。伫台湾，阮嘛面对类似的情况，政治党派的对立、恶毒的攻击、中国的压力甲认知作战，如利用部分民间团体的行动来分化阮的社会，互阮无觉察真正的威胁。上时，阮看见国际的转变，为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甲美国总统的政治测试图，阮看见美国甲日本的民意做伙活正面，延续抗中路线，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才提示阮台湾诚做民主灯塔，效法基督的见证。追求全面的真相甲公义，毋通互外部的势力来误导。天父，我要认罪，阮常常优先党派也是小团体的利益，无觉察你的公义甲疼。阮有时互片面的声明误导，袂得通分辨邪恶甲良善。注重分裂甲仇恨，求你怜悯阮台湾，帮助阮的领导者甲党派，会当亲像以色列使者同款，先追求对话甲和解，而非冲突。求你赐下智慧，互阮各类抗议的风暴中合一。伫外来的压力的威胁下，坚守信仰甲民主。主啊，互阮的社会除去分裂的恶，恢复你的和平，互台湾成做你的见证，互阮所做合你的旨意。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困求的声。士师记20章12节到17节，伫台里汉日本旧约第284页，台语汉日本284页。以色列遮个支派找人辩辩，甲便雅悯的支派讲，恁中间所行的虾米派啊？当恁着将遐个人就是基比亚的匪类交出，阮通互因死。对以色列中除去迄个派，总是便雅悯人毋肯听因兄弟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对因遐个城出来，自己到基比亚，要甲以色列人交战。迄时，便雅悯人对遮个城点出亚倒的共26000，另外也有基比亚人点出
700精练的兵。伫正北市中间有700精练的兵，惯练用倒手下，大家会用锁、线石，准分毫无差。便仔闽人以外，点出以色列人压倒的共40万，拢是战士。愿主赐福将伊话刻伫心内的人。看你今晚平安，大家连假过得开心吗？在网络上大家说10月份
快要回不去了吼，看要不要周休3日这样吼。好啦，不管是积极还是讲敬拜，愿咱的性命拢伫上帝保守甲平安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会当伫你圣的旨意，阮搁一遍来亲近你。恳求主，你分别阮的心做圣，你的信心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伫事事记战争的内面，阮毋干那是看到战争哪定，阮搁看到上帝你的主权的带领。将入面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因带，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早上差一点赶不及那个祈祷会吼。因为刚落去伤早写好，结果礼拜2写好之后，就无底吼。结果透早要等资料的时阵，雄发现奇怪，哪会甲我写的无同款吼？赶快把之前写的再把它重新再写一次吼。所以网络的世界也是不那么可靠啦。好。以色列的内战吼，其实咱一路看过来吼，你爱会记哩17章一直到21章吼，它的主标题叫什么？迄当时以色列中，嘿，这是它的主标题吼，要记得，因为你若是搁过几冬了吼，搁活转来史书记来读甲灵修的时阵吼，你着爱会记哩作者吼，真深刻吼，要掠掉读即款册的人吼，伊所要注意的代志吼。当然，我们进入到了电视那个什么电影的情节的那个剧情里面吼，咱来看以色列人家己相拍吼。顶过咱会当了解讲，为什么会引导到现在变成内战吼？因为前就安怎，利未人因厝内发生的代志安怎，伊就真生气吼，所以伊就将伊的妾吼示意吼。切做12地吼，算是丢了一个讯号给全以色列人吼，所以的真正照伊的做法来讲吼，嘛引起以色列今仔日全面的战争吼。以色列这摆是第一摆大规模的啥战争吼，搁是家己人拍家己人，是利未人引起的吼。前士师记的时代，因嘛有发生家己人拍家己人的这种记录，但是算是很零星的记录吼。毋过这道是战争的形式，是全面的，是全面性的吼。12个支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部都聚集起来，如同一人吼。这个战争的规模真大，超越进前。你所读到的士师记吼，因受到外邦人，还是讲四周围的敌人的压迫吼，包括有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米甸人啊、阿文人吼，就是这一次的规模吼，因拍家己人的规模大过于因受外族人、外邦人的欺负迄款的战争吼，所以就表示讲，这道。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容忍家己人欺负家己人的，虽然因这摆嘛是家己人拍家己人吼，因这摆的发动吼，催出所有的人。我讲吼，伫经文内面讲，他们同仇敌忾，如同一人，嘛表示因伫这个议题顶面，正以色列人的哇。你难得看到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想法一致、价值观一致呢，对吧？就在这边，好，然后他们的底线是一样的，这是因第一摆的内战吼。原因就是讲，因为基比亚伫以色列中间做出真恐哦，佮歹。更小的代志吼，所以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吼，如同一人，要安怎要拍基比亚吼。其实，在剧情里面，你一定会发现，你如果多读几次，你也发现这个利未人
操盘成功，对吧？他操盘成功啊！伊敢会当有其他的方式为伊的势意讨一个公道？公道是公道。他能不能为他的妾讨一个公道？有没有别的做法？不过他成功操盘，带起了什么？整个以色列的愤怒哈！头到咱的师会吼，伫基督的内面，已经把剧情都讲完了吼。用众支派吼，宰律的支派吼，来到伫便雅悯头前吼，问伊讲：你们为什么做这个恶事吼？把这个傀儡吼搞出来，阮通安怎甲因处互死吼？所以11个支派要找便雅悯吼来讨一个公道，但是便雅悯的回应是什么？嘿！我才不要嘞！我不爱。某部分就是讲啊，这我的兄弟啊，虽讲做歹，虽讲是流氓，虽讲傀儡，但是安怎？跟我比起来，我这个是堂兄弟，你这个可能只是表兄弟，其实也没那么远啦，大家都是同一个支派的吼，大家都是以色列人吼，但是还是有一些亲疏远近吼，所以。显示出便雅悯吼对基比亚的所者所行吼，他们没有是非对错的价值观，甚至是颠倒是非。道德不重要了，上帝律法嘛无重要，人的性命嘛无重要啊。重要的是，伊是我的兄弟。哇，就变成了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哈，所以不听从就只好怎么样？开战啊，是不是？就只好开战了。呵，所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比例的悬殊哈，便雅悯是26000个，较高用倒手的人哈，因为他们就是惯用左手的支派哈，佮加700个精兵哈。可以用机旋甩死吼，甲大臂同款吼，也是用机旋甩死吼，怕死迄歌利亚呢。好，这样多不多？也算是一个军队的规模哈。不过11个支派加起来是安怎？40万啦，亚多诶，好亚多诶。所以等在两军要对视的时候哈，11比1啊。好，你大概就知道11比1的战争规模安尼吼，26000对40万哈，应该要谁赢？啊？对嘛，合情合理啊，我人多，对不对？台湾跟中国打谁赢？因为我们现在台海局势已经越来越台面化了哈，就讨论这个议题不应该再遮遮掩掩了哈，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局外人，在那边看像乌俄战争或以哈战争吼，台海战争是历过的代志，知道？好，所以咱就要开始为着国家吼求生存来做判断吼，希望我们都不会落入到诗会刚刚的祈祷里面吼，在这当中找不到公义吼，找不到方向。在求助里面吼，不过先回来到人家的故事啊，先回来到人家的剧本吼。接下来11个支派吼，终于吼，要拍家己的兄弟的时阵吼，佮知影爱祈祷，所以因到伯特利吼去求问耶和华，讲什么人先死？不是啊，伊讲什么人先出兵啊？好，这个句型跟《士师记》第1章第1节一模一样哈，但是顺序不一样。《士师记》11章的第1章的第1节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所以因大声问，祈祷问上帝讲，什么人先去？迄当时耶和华上帝嘛是回答犹大先上。所以他们后面才出兵，因是先祈祷才出兵吼。不过伫遮是决定先要相拍，才问上帝。
这个地方是非常难得，终于看到说，迄当时以色列中无有王，伫遮雄雄出现，基督呢？头前拢无看到，对吧？迄当时无有王，所以就开始伊的故事发生什么代志，发生什么代志。伫即个是要相拍家己的兄弟的时阵问上帝，什么人先出来？是有点讽刺啊！只能说还好，上帝是上帝。伊若是你甲我来做上帝你敢会插伊？才会记倒的人。我连理都不想理，出事才来找我在乱世当中求问上帝上帝有完回应甲因回应因的记倒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嘛是爱提醒咱基督徒伫平常的时阵离上帝远远，敢有只有在濒危战争的时候才要求上帝。虽讲人的灵性甲信仰是遮尔的失败甲低落但是你爱看到的是上帝永远是上帝，伊是会当互你憔悴的上帝。好，40万比26700恁头大常理来讲，因为我们是局外人嘛，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说，常理来说应该要40万的11个支派应该要拿下胜利，对不对？逻辑上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以色列11个支派40万大军2次败阵细节我都不多说，不过你若暗时啦，我袂当安尼讲啊，牧师安尼讲嘛怪怪，讲暗时困袂去，摕书记起来读，敢若嘛怪怪但是你可以看，你如果想好奇那个故事的剧情你其实还是可以读一下确实，因2次败阵下来哇，港口甲要害11个支派40万大军还打输，这能看吗？对不对？所以他们那2次在咧靠赖上帝啊，因去有外邦人侪欺负的时阵，伊嘛是安怎？靠赖上帝啊求告上帝问的问题是，上帝啊，阮是继续拍还是卖拍？求问上帝是是这个问题要继续拍还是卖拍呢结果上帝拢讲拍有死安尼第3摆因为2次败阵下来第3摆要问上帝的时阵上帝讲拍，不过这边我要将便雅悯交伫恁的手，我要把便雅悯支派交到众支派的手中其实我们会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不过叔叔给的作家直接跟我们揭露了答案因为便雅悯唔知影因的灾祸近了，不知道他们的灾祸临近了，这是叔叔给互咱遮的读者真清楚看到上帝的审判犹原安怎犹原会临到。虽然在那个时候安怎是无有王的时代，对不对？在圣经神学里面有一个描述，人若是无要尊上帝做王上帝会用一个方式回应人，叫做任凭出宰令，随便你们自己后果自负。不过说那个后果自负其实你用更宏观的宇宙还是讲信用来看，永远是伫上帝的手头你怎么样都逃不过他的什么手掌心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理解所以伫这边便雅悯支派不知道灾祸近，所以伫这个故事的落尾是便雅悯中计之后，规个支派险险啊要安怎灭绝，因为因敢若拍甲输甲痛苦，敢剩600人，一个支派最后只剩下600人。就表示因11个兄弟是安怎赶尽杀绝，这是因的故事
故事停伫遮，我要带大家来做信用的反省甲思考。其实咱先看即个剧情的内面吼，每一个行动。不管是支派啊，还是便雅悯啊，或者是因伫遐咧参详讨论，讲是安怎会发生即款的代志吼。其实因拢有家己的理由。我顶过讲的有讲，你如果太快直接跳进去四世纪的细节，你会走不出来，你会陷入在公义的迷宫里呀。这个是我自己发明，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再从17章一直到最后的故事，每一个人拢在敲找公义、甲公道，对不？因为拢有发生代志嘛，大家拢要讨一个公道吼，要一个正义。但是你若真紧的跳入去这个时代来敲找公义，我顶过已经有甲大家讲一个结论。你伫遮找袂到公义呀？因为什么？因为大前提是什么？迄当时以色列中无有王啊，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天理呀。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你如果是自己的天理，别人也是自己的天理，哪有错？哪有错？所以我感觉史书记的作者嘛真聪明吼，这嘛反映出上帝的智慧吼。你看他的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正面表述的，他没有说个人都做错的事，他的表达是个人都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做，每一人拢是对的，所以哪有可能有唔对的代志，对无？这就是问题啊，兄弟姐妹，这就是问题。所以看似公义的出兵所造成的这个内战，吼，确实每一人拢照家己的判断来做代志，安尼敢有唔对？其实我们是因为是读圣经吼，所以我们比较有那个作者的观点来帮我们背书吼，所以基督徒你得出来的结论吼，都有作者帮你背书吼，你相对好像会比较在信仰里面比较有政治正确的看法吼。但是我设身处地吼，咱若交换身份吼，交换这的状况发生伫咱的心上。咱敢有可能真正知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义，什么是道德，照安尼来行咧？想想的嘛真困难呢。我一直讲，咱爱用史书记的大前提，这个是无有王的时代来看伊所发生的代志，咱通得到智慧吼。迄当时以色列中无有王吼，个人照家己看做对的来做吼，所以进入了这个角色，这个今天的剧情3种角色，无有王的时代，利未人就会这样避重就轻，挑起战争，不在乎自己的责任，不在乎自己当天晚上把他的妾推出去受苦的责任。没有救他的责任，老公的责任在哪？看不到。利未人的职分，那个怜悯、悲悯的心肠在哪？看不到。无王啊！便雅悯人就安怎？是非不分，价值错乱。因为因无看重律法的道德，家己的兄弟是因为兄弟就当安尼做对无？对，这个便雅悯的反应，因为无王啊，是非不分，价值错乱。那以色列人嘞，那无王，因赶尽杀绝，
讨公道有错吗？讨公道没有错啊，杀过头他就不上道了。赶尽杀绝，对因兄弟的审判超越过上帝的标准，检视咧，互一个支派差一点要灭绝。因为我刚刚想说差一点的台语怎么讲，差一点啊，差一点啊，代表安怎？无去啊呢！兄弟姊妹，你若把上面2句话遮住吼，你只会看到玫瑰童林眼而已。你们有看过玫瑰童林眼吗？啊，少年唔知哦，就是你只会看到鬼片而已，知道吗？那不上面2句话吼，把它遮起来。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看自己，照自己看为对的做。你把这2句话遮起来去看这个剧情，你会以为你在看鬼片还是凶杀片。但是你将这句话吼放伫头前吼，你就会当知影讲为什么会有鬼片，是吧？这就是迄当时，但是实在上伫人类的时代。我刚刚有说啦，如果我们是因为在看剧情，所以好像看得比较懂，而且我们还有4世纪作者的助攻，都会可以偷偷知道答案。你们知道电影的剧本在写吼，其实有分编剧其实是会设定读者的角色跟角度的，他是刻意透露暗示你，还是刻意明示你，其实这个都是在编剧的手上，所以我才说，咱若是设身处地，咱若是高我身份我嘛是叫我家己的个性顺势而为、顺性而发的话我搞不好会比11个支派更加凶，对，搞不好如果有我的个性，但你们呢？在没有王的时代难说公理啦，难辨真假，也难判对错。要安怎讲？要怎么讲？你伫这段经文内面，敢嘛是伫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在提出你对他们的批判、道德批判、价值判断。你也是吗，基督徒们？但是我刚刚有说你若真紧的跳入去史书记内面的故事跟情节里面，在那边纠结公义在哪，我会跟你说一个基督徒以上都得不出大家共同的结论啊。这个公义你找不到，一开始你就找不到公义了，因为没有王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你退一步认清。你退一步来看这个大叙事其实史书记就是要展现出，若无有上帝做主的生活，你安怎看社会的事件，任何人的判断拢无法度互公义完整。你勾勒不出那个公义的图像和做法，若无有上帝伫内面，这就是史书记。前几礼拜有兄弟姊妹透过长老来甲我欢迎牧师啊，你迄个伫迄个周报内面你伫周报内面迄选的迄个经节有够无适合做金句的。什么叫做利未人的说安怎啦？就是京剧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得反省我得提出。其实我嘛真感谢兄弟姊妹会当安尼提出家己的看法，因为其实你们提的问题，我早在定下我的那个讲题跟选的金句的时候，我就挣扎过了。后来你们会发现，前面几次我有刻意选箴言，但后来进入17章之后，我都是选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因为我要让读经的人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你知道金句金句不是只是心灵鸡汤，哇，好像有如神助，有如那个什么，好像吃了那个什么
大力神丹，好，就人生就什么样，都很多问题都解决。不是，京剧它有一个很深刻的精神，你若会当讲起着这句话，你会当想到迄当时一切咧发生什么代志，来成做你性命甲信用的精神甲提醒。所以我有在犹豫要不要把那个金色的金改成纯粹经文的经。后来我想想说啊，算了，有一点脱裤子放屁，我干脆就是解释给大家听好，恁得当知影，京剧不见得都是在讲温良恭俭让的事情，京剧是要让你作为基督徒知道这个时候的圣经发生了什么事，好保守你的心。啊，那真正要实际来讲吼，苏书记对第一章到落尾吼，我都没有觉得有可供你们学习的。每一季，因为你知道士师记的这一卷神学本身就是在讲什么人的堕落啊。那么堕落当中，你要学它的哪一个部分？你想学哪个部分？学它学机电盖自己造以福德吗？你会想学吗？我劝你不要，是吧？学耶佛他吗？随便跟上帝立约，你会想学吗？但是你若读到甲伊的故事有关系的经文的时阵，我望上帝的心帮助咱的心谦卑啊，会记得这句经节咧提醒咱发生这件代志，就爱谦卑，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好，这个岔出去跟大家说明一下，拉回来。所以我说退一步吼，退一步来看吼，苏书记的这段故事吼，无有上帝做主的人生，无有任何人会当互公义完整。所以，因为士师记的这个现状，他都要迄三款人。其实，如果真要讲，该受谴责的，不就是这些领袖、跟宗教人士、跟社会人士吗？因是有权力，因也是会当带头，因是会当叫人来谈判呢。这有权力的人，不需要为公益负责任吗？造成人民无有方向，无法度坚守上帝的律法，自由到家己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在过生活。不也是这些领袖跟宗教人士的责任吗？所以，当大家习惯在政治、信仰、生活价值观这些面向上面，让界限模糊的时候，就会容易发生价值错判、是非难分的现象。你也记得我讲的，我讲的不是标准答案，我讲的是提醒。就是讲，咱若是伫各方面的界线，互伊模糊掉了，其实你嘛唔知影公义是啥物，原则是啥物。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讲，我刚刚在听我们诗会的祈祷的时候，伊伫头前内面讲起着侪即马现代战争的问题，这无伫我的讲道片不过我头拄仔伫遮甲诗会的祈祷做伙来想来听的时阵讲起着以哈战争，对吧？你今天没有讲到乌俄战争，但主要是从以哈战争整个一路延伸出来的祷告，以及在台湾怎么去回应这些国外的战争，或者是美国这些具有信仰的政治领袖们所遇到的灾难在台湾的回应跟看法我伫遮要有一个提醒你若是看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任何的代志你如果不是你自己不是当事人，你如果太快跳进去你很难找到公义啊。我不是说不跳进去就会找到公义，我是说如果你太快跳进去，你就会落入像我们读士师记这样。你看袂到公义，因为那是照苏书记那两句话来讲，现代的国家、现代在战争、现代的批判、批评，哪一个不是照个人心中看为对的在做？
不是吗？不是吗？所以你拿退一步来讲，只谴责任何一方都不对，你要谴责的是谁让这些事发生？利未人有没有被谴责？我带你们做一个练习，利未人有没有被谴责？他们有被公审，但他挑起战争吗？还是内战？便雅悯有没有被公审？基比亚有没有被骂？没有嘛，因为有人在护他嘛。以色列人有没有被骂？没有嘛，因为干嘛？我有祈祷啊，拜托诶，上帝要叫犹大先起嚟咧。苏苏吉的乱象，几千年前到现在，世界各国乃至于台湾自己的国家，不是拢同款吗？不是都一样吗？该被谴责的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跟政权，只谴责一边都有失公允。该得到怜悯的都是无辜的人和受伤的人。但是你讲啊，无错啊，你安尼讲的吼，阮大礼拜我要怎么得到智慧跟帮助？这个时候，我当然一定要提出我的见解啦。你若是知影的话吼，就会知道说，我伫咧服侍大家，不管是恁的个人，还是固定教会，我都会讲说往前走。兄弟姊妹，这个是我在面对教会的事件或者是生命的时候，这是我的灵修，也是我的灵感。结果意外的跟齐克果的日记不谋而合啦。齐克果讲过，在他的日志里面讲过这一句话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讲你的性命、你的人生要怎么样往前走。不过你要常常记得回头看，因为你在回头看的时阵，你当会当经历出你的人生、你的信仰发生什么代志，你才会当理解原来一块中间，伫迄当时检测你看袂到上帝的行做，敢若上帝变做下到点点无出声，但是伫事事记的展现，也是伫你人生的灵修的的理解内面，你永远拢会当看见，上帝永远是上帝，上帝永远伫遐静静看伊所做的人，伊准备好伊家己随时出手来扶持。大家都会说牧师，我们常常在读经灵修的时候怎么样都走不出埃及记。好，读经都走不出埃及记，但是我嘛爱提醒咱大家，兄弟姊妹，对头到尾咱读士师记，你嘛莫互你的人生甲教会停留伫士师记啊！你不要让你的人生停留在士师记，不要让你所在的教会停留在士师记，往前走。教会甲你的人生拢是爱向前来行。若是你对你家己的人生，还是对教会的成长，你无有明白的代志，你嘛爱着一个平安，因为你会当交托上帝。就算讲迄当时你感觉上帝静静无出声，但是我要提醒，伊永远伫地，伊永远是上帝。往前走。有几种做法，你不能只是说我理念上、理智上知道有这个概念就停了，就以为知识跟那个灵性就得到丰满的没有往前走是要有作为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灵修跟灵感嘛是我性命的行做就分享给大家你参考你自己的人生你做得来你就做做不来你就蒙常客通常我如果要带大家往前走有时候在困境里面说士师记发生这件事，结果我是小小的我要选一个支派来当好，我是犹大支派好了就不想找像什么吕便西缅
很现实哈。他说我是个犹大支派的百姓哈，他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处在乱局里面，那我怎么办？好，我就会找此时符合情境、有道德的、有公义的、有信仰的来做，从小的地方做。如果我是有权力的，像政治宗教领袖哈，还是讲支派的领导人哈，我会怎么做？我可能就会砍掉重练的做，因为我有决定权比较大，我可能就会这样做。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如果我是可以带头，我可以影响别人生命的，我会采取滚动式，边做边修正的做。这是我对家己的人生的体会吼，徛伫无同款的积分内面吼，我自己会回应乱世跟乱局，以及看不到出路，但是又要往前走，我会这样做。分享给大家啦，分享给大家。毕竟这个是我个人的灵修跟灵感吼，嘛是我家己的记得，所以甲齐克果的经验吼，其实大同小异。所以基督徒，咱若是真正是认真去回应咱的信用甲人生的时阵，我们会得出来的结论会大同小异。其实我们都会明白，人生要往前走。可是如果你要找到方向，你得不时回头看，并看到上帝百般的恩典。好，最后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作为今天的结束哈。这一张 PPT 跟下一张 PPT 拢是我家己个人信用甲基督的操练所得出来的结果吼，所以供大家参考。你若是感觉好，你可以应用在你自己个人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还有你其他找不到困境时候，你可以参考参考吼。我举例子吼，我的这种往前走的概念里面，那是举国家政治的概念，我是会这样说的。这个是我自己操练出来，给我自己的帮助哈。我认为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帮助我。我会讲，文化可以多元，但是国家袂当无有立场；政治可以竞争，但是袂当无有界线，不能够没有底线。信用需要尊重，但是不可以攻击对方。好，这个我自己灵修跟得出来的灵感之后哈，我就会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我就会尽量让我自己假装文青的这个句子，我就会把它化作祷告哈。我就是在跟大家相处的时候，或者是跟外部的人在对话一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哈，我就会一直用这几个句子来为我自己祷告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要提醒基督徒跟教会，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在天堂啊，所以要记得这个都是你人生跟信仰的课题，这是咱每天拢爱面对甲思考的。你若无有方向，你若生命中无有王甲你引带，你找不到公义呀，你也找不到出路。我甚至可以说，你怎么做都对的。在一般的生活来讲，良心是咱生活最后的防线。在书记咱会当看到，在极端的生活来讲，战争是人类必然的武器。所以你做好准备了没？但是你要知，信用才是你性命最终的归属。因为上帝大先已经为你备办，以教业的稳定，你通我可以，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随望伫书记遮尔啊败坏的世界内面，阮犹原会当合适，犹原会当看见你为我们留了一道出路。恳求你也帮助阮兄弟姊妹，伫阮个人所徛起的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阮的爱情、阮的事业顶面，阮所找无路的时，主啊，恳求你成做阮的路。主啊，恳求你成做阮的帮助，也为着阮最的欠缺，仰望主你的怜悯，也愿你的圣性赏赐阮待人处事的良心，随时预备好面对极端生活的勇气。也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我们都还记得我们有神。阮安尼同心感谢基督，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牧师的讲道，甲免的关注束互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咱做伙用主教是新的诫命来回应伊的听。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正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请下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回应的诗，新诗诗147首，你将有就君主，互伊洗清气，且7日。专心靠主主得着千亿，将有生命过的宝贵，将有生命有会，使灵魂有清洁的宝贵，要有所叫有清洁的那些，将有生命有过。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主的恩典。奉献是一种代表，无论奉献偌济金钱，还是圣工的服侍，拢代表这是阮的全部。无明白奉献意义的，会通先莫奉献。
来迎奉献的诗歌。锻炼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赏赐，感谢你的带领，嘛恳求你，互阮的心中知影，伫阮软正，伫阮无气力的时，阮来面对的是啥物？嘛恳求你会当去一届教示阮的信仰，互阮知影，阮真正生命中的王是啥物人？是你，是独独的你。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你所赏赐互阮的恩典福气，伫遮献上互你。藉做你的时间来使用，嘛求你会当继续教示阮，提醒阮，互每一日爱面对的、爱决定的是啥物？求你互阮的生命，搁一届活出你的信仰，阮的祈祷，奉你的名所求，阿门。即马要来欢迎新朋友，钟老师的妈妈林彩梅姊妹。欢迎。即马咱要来唱平安礼的诗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请大家做伙来唱。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来听，有主的应用，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听真实来听你。好，请大家互相甲你四周的兄弟姊妹来请安。咱做伙来唱，我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灵，有主的应用，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请坐。吼，咱来读经句，吼，本周的经句伫周报消息报告的头前，吼头前，台语甲华语拢来读一遍，吼。本在是以色列中国王
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士师记21章25节。消息报告。第一点，高华港大的主力是台湾升学院奉献主力，邀请大德教会林宪武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本会科牧师前往台北中正教会主理，请兄姐为升学教育事工关心甲大道。第二点，礼拜资讯组公告，台语礼拜若拄着交换讲台，也是有外来讲员。漳州华语线顶礼拜线顶礼拜就会做伙参与台语实体，也是线顶礼拜。参与线顶礼拜的朋友，若是要奉献，请到教会办公室来问转校的资讯。第三点，中央敬老孝天恩全联礼券表祝福。永镜是少年人的荧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真言20章29节。感谢上主丰盛恩典，互四季照时运转，人生嘛亲像安尼。有初生新芽的喜悦期，流露辛苦的奋斗期，变换人生角色的成就期，还阁有享受生命的丰收期。无论伫啥物阶段，咱拢主献上感恩。如果你是主后1960年以前出生的兄弟，请伫座位徛立，互个人教会为恁今日的人生四季掌声鼓励。多谢恁真做模范，也用性命荣耀主名。请科牧师祝福祈祷。请咱65岁以上的吼，请你行起来吼，咱的担当吼会将教会祝福吼送到你的手吼。好来，我想要行，手好了。你如果不想站，你就举手吼。好来，行起来吼，互咱的担当会当将教会的祝福甲祈祷吼送到你的手。好，感谢你吼，感谢你用你的性命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好，也愿你的一生回头看的时阵，看到上帝恩典满满。好，真欢喜哦！好，这是教会互恁的祝福甲祈祷。拍照吗？你有哈？你要到前面这边来。好，因为因太丢的都坐下了哦。不要紧，不要紧，就好。那有没有还没有拿到的？红张乐阿伯啊，那个大家都拿到了哈。若还袂摕到吼，请你会当来当工吼来摕。咱同心来感谢。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因为伫阮人生每一个阶段内面，阮拢有家己的艰苦、打拼、努力甲成就。
上重要的是，当阮外头看的时阵，拢看到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生命中。阮为即点来献上感谢。当即是阮做伙欢喜，为着即款的日程学老上帝，也愿因继续生活，愿因的生命继续见证上帝你的荣耀甲救赎。同心感谢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帝祝大家。上帝祝福大家。第4点，2025年的升学新中班阁有后面的第5点的诗曲团契，阁有第6点的新暑假月刊内容，请家己看。团契消息，双年大学澳洲的活动嘛，请后面的告解消息嘛，请大家家己看。下面的讲道，请柯牧师。好。伫遮特别提醒告解消息，11月1号下午2点到4点半，日本会性别公益部伫遮有举办研讨会哎呀，欢迎兄弟姊妹。那时间稳准嘛会当来参与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无论阮伫什物款的处境，无论你将台湾带到什物所在，主阮拢知，有人咧替阮祈祷，有人咧替台湾祈祷。恳求你用你的圣神甲你的话语坚固阮的心，互阮伫祈祷甲无毋茫的事，阮会当仰望你。为着阮个人的人生、生活、家庭、婚姻、爱情，阮的前途，恳求主你的保守甲赐福，求你互阮伫人生的中间，会当看见恩典满满。每一个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滋味，都有信仰的养分。阮也要为着这段期间伫台湾一直落雨所造成的影响，恳求主你的保守，求你互阮对土地的改变来学习，怎样来照顾土地，因为土地是你的赏赐，国家是你的祝福，所以求主你互阮真做这个土地的主人，台湾人的时，阮用智慧、用能力、用才情来固守你的赏赐，也为着伫阮中间侪心身灵体无平安的兄弟姊妹，仰望主你的扶持、你的医治，甲你的平安。愿阮侪人的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通得到主你的帮助甲安慰。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请起立。世中毋通惊吓，就算讲会惊吓，伫你的祈祷甲信仰内面，就知上帝是你的光，是你的方向，
也是你的毋茫，我可以向前行，不是回头看。会记你看到上帝的恩典甲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唱《过年到会之歌》。